先开始来关心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建华城案，即马上新的裁定出来啊！郭文哲、沈庆京、应晓薇、李文忠等4个人继续互裁定收押禁见，要延押2个月，目前要押到新历8月初1。今年1月3日2摆，互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其阿外前台北市长郭文天、维京集团总裁沈庆京、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家长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等4人，羁押期限到6月初1。昨法院上新裁定结果出来，裁定延押禁见2个月到8月初1。当初好像是你坚决拒绝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吗？谢谢关心，谢谢。台北地院昨传唤台北市都委会前执委刘秀玲作证，伊伫庭上表示，郭文天毋捌指示过伊，暗过建议的物件，创设途径将来了后，反倒打互应晓薇骂。随着每一次的开庭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透过证人的直接陈述意见，可以还给柯文哲非常多的公道。刘秀玲直接在庭上公然的跟大家说，柯文哲从来没有指示过他，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，也没有下过任何的指令。民众党暗时透过声明表达愤怒，而且无法度接受，指出裁定延押理由书根本找无继续其阿伯具体事证，而面对司法信任搁一摆重创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，司法机关应该马上停止无合理的原则羁押，回归政治法则。不过即马个押错案外案。董事长要不要说明一下？谢谢。发做经济部长中石化董事长陈市长，经过核实了200万交保，约谈的20多人有8人列被告。北检侦办专案查出建华城国部中心在结束营业了后，有关系企业中石化的子公司中国开发，用比市价30亿较悬的372亿得标建华城土地，将做倒手换正手，怀疑其中牵涉不法。就说这个土地的买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中石化甲中华开发发动信全力配合调查，公司营运甲财务一切正常。即马检方也将专案调向证交法的非常规交易罪嫌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